来看咱国内农渔产品的运销物流的过程常常会出问题，影响到品质。农业部甲超商的物流系统合作，望讲会当来提供高品质的物流运送，嘛已经有超过200个农会签约了。市场农产品要安怎为产地送去到大家人道的饭桌里？一般是农民家己再去果菜市场，或者是农民团体产销班做伙运销。不过大出的时阵，这物流配送的量有限，成本嘛较悬，所以农业部就结合 OK Mart 物流系统，打造专带农产品的物流网络，要合作农民降低成本。50件以下的细件的运费干那80块，50件以上的运费会当搁较少。任何小件的商品，只要挤到那个物流箱里面，就算一件，80块钱。那这样的机制可以至少降低30% 的所谓的运输的费用。店到店，店到宅，这所有相关系统，我们就整个整合结合在一起。目前全台湾342间农企会，大部分拢家己运作。透过这个整合，各地头的农会嘛有机会拓展销路。以花莲的瓜仔蔬菜来讲，大部分拢送去到桃园以北，未来有机会销去到全台湾。可以跟麻豆的孙总合作哦，那透过 OK 的电商平台、货运平台送到大台南地区，也可以跟所有辖下的农会一起合作。麻豆农会嘛欢喜文旦的配送会当更较紧、更较俗。事实上，我们一年文旦的配送非常的多，就是一些很大的服务都可以通过这个通路来做一个配送。为着要扩大消费者接触农产品，农业部嘛辅导农渔民、农渔会免费甲农产品放去到电商平台，消费者只要选 OK Mart 或者是有合作的农渔会来领货，都会当有运费的优惠。记者林静梅、平遥组台北报道。